像小水滴，无人与你相比。伟大奇妙神，宇宙创造主，在你眼里万国之下小水滴，无人与你相比。主你真伟大，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很高兴能与大家齐聚一堂，共同来研读神的话语。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，让我们先低下头，一起做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召聚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殿中，在你的爱里连结。主啊，求你圣灵安静我们的心，挪去我们心思意念中的焦虑与重担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与耳朵，让大卫的赞美诗成为我们今日的宣告。愿你的话语亲自对我们说话，叫我们的生命重新对焦于你。孩子这样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诗篇145篇，这是整本诗篇中唯一明确冠以赞美之名的诗。让我们用恭敬的心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。诗篇145篇，颂赞之歌，第1节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，我的君王啊，我要永远感谢你，我要天天感谢你，我要世世代代颂赞你。上主之大，应该大受颂赞，他的伟大无法测量，世世代代都要宣扬你的作为，他们都要传布你大能的事迹。
他们要述说你的荣耀和尊严，我要传布你奇妙的作为。人要讲论你可畏的大能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他们要述说你的良善，歌颂你的公义。在第1到7节中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讯息，就是超凡的伟大与代代的传承。大卫提到上帝的伟大是无法测度的，然而这份伟大并非遥不可及，它是透过历史中这代对那代的叙说与传扬，让他的作为被历史铭记。信仰绝对不是个人的私事，而是群体的记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大能分享给下一代，让赞美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传统。大卫在经文中用了许多主动的动词，尊崇、称颂、传扬、默念、传说。这提醒我们，信仰的热情需要透过述说来维持。接下来，我们从第8节开始。第8节，上主有恩典，充满怜悯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满有不变的爱。他恩待众生，他的恩慈给予一切被造物。上主啊，你所造的一切都要颂赞你，你的子民都要感谢你。他们要宣讲你主权的荣耀，要述说你的大能。他们要使世人都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知道你国度的荣耀和尊严。你的主权永远长存，你要永永远远作王。上主的应许信实可靠，他所做的一切尽都美善。在第8到13节中，我们得到的讯息是，我们可以从第8到13节里面得到的信息是，信仰群体的公共召命，用另类叙事抗衡世俗价值。大卫其实不是在带领一场盲目的宗教狂热赞美，而是在进行一场属灵的视野革命。他想告诉我们，不要被眼前的强权、社会的动荡，或是自身的匮乏所恐吓。我们所侍奉的那位君王，他的能力大到可以眷顾万物，他的心肠却温柔到愿意怜悯软弱。这个由恩慈掌权的永恒国度，才是历史终极的走向，也是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勇敢活下去，并向世界做见证的底气。接下来我们从第14节开始。第14节，他扶助遭患难的人，他扶起被欺压的人。一切生物都仰望你，你按时把食物供给他们，你丰丰富富地供给他们，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。上主的作为都是公义，他所做的都有怜悯。上主亲近所有求告他的人，他接近诚恳求告他的人。他要成全敬畏他的人的心愿，他要垂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他保护所有爱他的人，但他要消灭邪恶的人。我要赞美上主，愿一切被造物永远颂赞他的圣名。最后，我们从第14到21节中得到的信息是贴近卑微者的扶持。大卫描绘了一幅极其温柔的画面，上帝并非高高在上，冷眼旁观，他特别看顾跌倒的与被压下的人。我们从里面看到信仰的真实，往往是在困境中经历到的。上帝的大能具体表现为对弱势者的扶持，这打破了世俗对伟大的定义。真正的伟大不是战胜压制所有人，而是愿意俯身眷顾那最软弱的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作为基督徒，要同步去关注社会中被压迫或忽视的群体。所以在第18节有提到，
上主亲近所有求告他的人，他接近诚恳求告他的人，所以凡诚心求告他的人，他就与他们相近。不论我们现在处于多么低落的状态，只要我们愿意诚心呼求，上帝随时都会伸手扶持。读完这篇诗篇，给我们最大的提醒是，赞美其实是一种属灵的眼光调整。当我们开始天天称颂时，并不是上帝需要我们的吹捧，而是我们需要透过赞美来重新对焦，好让我们看见，在那看似无解的困局背后，依然有一位扶持跌倒者的上帝在掌权。愿我们的口不仅仅在顺境时说出赞美，更在挑战中，因着对上帝国度与慈爱的确信，持续宣告他的名，赞美他的名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的伟大无法测度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你不是一位远在天边的神，而是垂听呼求、扶持跌倒者的主。主啊，求你赏赐我们新的眼光，让我们在日常的艰难中懂得用赞美来重新对准你，也把传承的使命放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乐意对身边的人，对下一代诉说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。求你恩待每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论环境如何，都能在你张手的供应中得着灵里真正的饱足与平安。我们在此的祷告与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奇妙神，宇宙创造主，双十之前。